闽南话谨慎。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细字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一、做事小心谨慎；你做代志爱较细字嘞。你做事要小心谨慎点。细字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二、客气。今仔日这顿我请，你做你食，唔通细字。今天这餐我请客，你只管吃，不要客气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